文化是甲这个土地顶悬的人同款有生命的，是由日常生活当中的习惯甲信仰所呈现出来的行为甲想法。文化是有生命的，一直伫咱的身躯边，毋捌离开。伫台湾这个开放的岛屿，四百年来有无同的族群伫遮来来去去。有的人来过佮离开，有的人后来就离袂开啊。台湾就是安尼，伫无同的文化互相影响当中，变甲愈来愈趣味。我以前是来台湾是工作，刚来的时候就是很困难、很辛苦，对，语言不通，两边又是妈妈讲就是越南嘛，爸爸讲就是台湾嘛，还有生活啦。还有环境啊都不一样，然后我们努力，为了未来以后小孩的，那我们就是努力的工作，然后到今天我觉得来台湾我也不会失望，就是我小孩以后呢在这边活得比越南还是好多了。两个无同文化背景的人做伙生活，会发生什么故事呢？因的囝儿时世又阁有什么无同款的经验呢？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是台湾看》，我是主持人嘉豪。今仔日呢，你是台湾人，我是台湾人，而且真侪人拢是台湾人哦。我为什么讲真侪人拢是台湾人呢？事实上呢，其实有一群人叫做新住民来到台湾了后，因所出世的第二代，咱甲伊称呼叫做新台湾人。讲到这时代伫咧转变，根据着这移民署的资料统计，到2021年年底，这寡新住民伫咱台湾的人口已经占咱的总人口数的2.4%左右，这数字有小可变动。咱来讲到这新住民的这个第二代，咱叫做是新台湾人，即马这人数差不多有57万左右。不过呢，其实咱讲到这时代伫咧变迁，社会伫咧变化，究竟因对因家己的身份有啥物款的认同，甲啥物款的体验甲感受呢？今邀请到两位来宾来到现场，甲咱分享。头一位要邀请的是一个音乐创作家，咱来欢迎咱的陈德明德教，你好。大家好，我是陈德明，你嘛使叫我德教安尼。第二位要来邀请的是咱成大台文系学生林俊基，欢迎俊基。大家好，我叫俊基。我叫俊基，名tên là Nghĩa，mẹ là người Việt Nam。哦，所以你拄则讲的这句话是越南语是？嘿，啊，这意思是啥物啊？我的名叫做基。哦，基。哦，安尼，既然讲到你的名叫做基，德教为什么你要叫做一字教呢？因为其实教吼，其实咱台语即个话，其实拢唔是讲最好的意思。比如讲吼，听某大丈夫，拍某是猪狗骨吼，找猪找狗不如家己走。这个狗啦、猪啦，伫咱台语内面吼，其实就是做骗上人的话。啊，为什么德明唔甲讲啊？我叫做德明，你叫我德教咧？因为我甲阮小妹，我拢非常介动物，安尼伊是介鸟啊，我嘛做介鸟啊。啊，另外个想讲叫做狗啊，因为咱查某囡仔叫做，你讲，譬如讲我会叫德狗，是因为我中迄个字是德，单德面会德狗安尼。啊，叫德鸟的话，感觉讲敢若较无迄个屈势安尼。我就讲我德狗，哦，做好记，毋知是安怎。一开始我就说好家己以后，我后来全部新的朋友拢会继续讲这个名。是安尼。我较知影讲就是越南的12生肖内面有鸟对无？是。我记得讲有一种是迄种蚕蛾甲土啊带等于月亮顶悬啊，所以讲就用外鸟来做这个代替安尼。所以但这可能是我较早进前咧看时阵，是迄个版本的。对，因为阮报新闻是有看，就是讲咱台湾等咧过某一个生肖年的时阵吼，规个越南的街头巷尾全部拢是鸟。啊，讲迄爱鸟的人哦，我想这一定要去越南的街头巷尾全部拢是鸟哦。啊，讲到恁两位啊，就是正做咱的新台湾人，恁的爸爸妈妈吼，就是一个是台湾人，一个是越南人。咱先请教德教好啊，就是讲吼，恁的爸爸妈妈是安怎熟识？迄当阵阮老爸是迄种上船顶悬的气象主任。
阮老母迄当阵伊是读中文系出来，就开始做过老师，后来伊伫咧外商公司、大商的公司啊，咧做翻译的工课，所以讲伊为工厂遐、个办公室啊，四界安尼走安尼，就拄好有生理顶悬的往来，阮老爸就拄好伫遮，佮拄好有朋友伫遐上班，就介绍讲，看恁敢有机会通斗阵做伙安尼，就安尼斗阵。所以因敢有经过迄个谈恋爱过程。这是阮老母和阮老爸一个课题安尼。迄当阵，因为阮老爸迄当阵伊30几岁啊，伊有大阮老母几岁安尼。迄当阵，阮老母是讲，我需要自由的恋爱。你若无法度等，安尼我恐惊咱就无法度继续安尼。尤其讲你佫是做生意嘛，世界安尼走来走去，咱为者我感觉嫁去国外可能有真侪困难啊，等，唔知款的种。难题安尼，阮老爸就讲不要紧，我愿意等你，所以讲就后来就结婚啊安尼。所以恁爸爸有一段时间是住伫咧越南了，对啊。对，就是譬如讲，伊可能家己全部的假拢用掉，就可能佮留伫遐一阵仔时间，去约会啦、啥会啊，等去行安尼。除了讲这个自由恋爱以外吼，另外就是要来请教咱的就是准义啊吼，就是讲在这个自由恋爱这部分，伫咧爸爸妈妈的身躯顶敢有发生？其实阮爸爸妈妈的结婚，应该嘛算是迄个年代较普遍的方式，就是人介绍。其实台湾一般传统的家庭嘛是安尼。其实尾仔就是双方的大家官嘛，看新妇有介意，看囝婿有介意安尼，就促成一段婚姻安尼。所以迄个时阵，你妈妈伊是为什么愿意，就是讲？想要会当有一款，就是讲嫁来到台湾这款的婚姻。迄当时越南遐嘛，就是惊讲，出外口、出国外是嫁倒位。伊当时嘛伫越南嘛，捌看过一寡台湾的消息，就讲对台湾印象袂歹安尼。你捌听过恁妈妈甲恁讲过，讲伊来到台湾这个所在，比如讲有斗伊无适应，比如讲感觉讲天气无爽快啦，讲食食的物件。伊食了袂合无？你捌听伊讲过这物件？捌听伊讲过。尤其讲过迄种食的方面，就讲阮住海边啊，我高雄家底仔人安尼。所以讲，阮阿公阿嬷足介意食鱼啊，因三不五时就食迄鱼头啦，食迄鱼肚啥货。因往对阮老母做好，就是通常鱼肚的部分留阮老母食，两个留的就是拢。做讲食鱼头安尼，阮老母当阵就想讲，谁逐工拢你甲用对我讲安尼，一直食鱼，共款的鱼安尼拢袂善嘛。我才知影讲原来迄是阿公阿嬷的一个好意安尼，就是阮前食鱼头，阮好康的迄留新妇食安尼。这嘛是阮较大汉以后才种体会讲迄种因时代人斗阵的迄种方式啊。来，请教咱的准基，这是恁妈妈对无？对。你阿怎介绍一下你这相片所穿的这服装，有啥无共款？这恤衫叫做袄曳，伊越南话伊翻译意思就是长衫。伊这无啦，伊这甲迄个中国衫有了小可无共是讲，伊迄个开叉的部分是为腰这边就开落来安尼。因做查某囡仔迄个衫嘛会较修身，比较会较修身，型看较好看。其实后来这是越南遮的历史演变过来的。尾啊讲，因为越南佫有受一寡法国殖民的一寡历史，所以伊本地叫做啥物四声啊，是五声啊。尾啊讲有加入一寡现代的元素，所以才佫做调整，变做今仔日的这型安尼。原来所以其实所以这是越南的传统服饰了，对啊。较现代，古早会较宽大，较现代较修身安尼。这张相片是得到家恁妈妈对吧？对，迄就是阮小妹。恁小妹了对啊。我想要请教一个问题，就是讲，燕啊你捌对妈妈登去越南无？是。你时阵登到越南是几岁时阵啊？最后一届甲厝里人做伙转的是我高一的时阵，拄考到台南的中学迄档，暑假就想讲趁这个机会。当阵阮老母嘛拄申请博士班，想讲煞尾来以后可能较无时间啊，所以讲趁迄阵先搁转去。迄是咱最后一摆全家伙仔做伙转去的时阵。后来我大学2年的暑假嘛，搁有甲2个好朋友做伙讲去东南亚自助旅行，差不多1个月的时间。迄阵是我顶一摆队安尼。咱登到越南的时阵，你感觉你有啥物款的感受？你认为讲，
这个国家是跟我的国家是啥无共款？啊，你敢毋去想象讲，其实妈妈伫这个国家的这成长背景啊，安怎？你感觉甲台湾上较大的差别是啥？我讲这有趣味啊，这可能跟我自细汉一个经历有关系安尼。因为我差不多到1岁2岁的时阵，因为阮老爸在做生意嘛，所以讲去当中我是教阮老母做伙住伫越南遐。所以讲我一开始学讲话这个语言，其实是越南话。啊，其实囡仔就做趣味，因为伊根本就袂去分讲我到底是什么款的语言，就是你生活环境当中，等下咱嘛讲这了。你迄个环境全部的时代，拢甲你讲这个语言时阵，你自然看电视嘛是这个语言，买物件嘛是这，啊你要教时代人讲，我想要食这，你嘛讲迄个语言啊。学唱歌嘛是，所以讲一开始嘛拢先学越南歌，所以讲即摆拢放袂记啊，但上迄阵上早我都是先学这，啊尾啊以后转来到台湾要读幼稚园啊，差不多3、4岁以后，一开始迄当阵，阮爸母嘛个烦恼讲，这囡仔转来台湾敢会对人袂着。伊想讲拢学越南话嘛，啊，有只佫无啥会晓讲台湾话，即去校去有点可能去用欺负啊啥，佮去啊以后就融入入去啊，就做自然的，咱教大家讲佚佗做伙安尼。对，所以其实你一开始你的母语是越南语的，就是细汉的时阵。所以就是讲哦，真侪家长拢会烦恼讲，这囡仔若是讲迄个华语若无甲伊教好势吼，伊无法度去较学校，迄是无可能的代志，因为毕竟就是一个语言环境来讲是真重要，所以家庭教育大先爱做就是千万是一定爱你的母语。要来继续来请教你哦，就是讲吼，其实你捌对妈妈登去越南，听讲你今仔有炸另外一张相片要来甲咱分享对无？今日人甲咱介绍，这是啥物款传统的美食？这是越南粽。越南粽。越南粽，这包子米啊，越南粽内底包迄个绿豆甕。绿咸的哦。绿豆甕。绿豆甕。嘛有咸的，嘛有甜的。你所看到的，这款的做法甲台湾的肉粽。除了这形体无共款，敢若四角形以外，吼因为这个金蕉叶啊嘛，因为咱台湾大部分这金蕉叶出现拢是伫咧红菇粿下骹，就迄个袂黏的迄沿树叶啊吼。你就迄个越南的这部分啊，你认为甲台湾有啥物足大的差别无？呢？若越南粽甲台湾比起来，我感觉台湾较好食。台湾包的料较丰富，较有啥物？较有咸鲜啦，啥的。越南粽较简单，因为这算讲传统的风俗，过年时啊拢会包来食，爱摕去制作啊啥的。可能你是惯习食台湾口味啊，就是讲好食歹食，迄是个人的，可能是你惯习的口味。这张相片，这看起来应该是过年过节的时阵对无？对。过年时啊，转去的时阵，大家拢咧办桌啊。毋过阮办桌是拢办伫涂骹底，涂骹遐。其实越南遐嘛是有桌啊椅啊通啊坐啦。毋过阮母也是讲，就是早前越南人拢会较惯习讲，因为越南嘛算农业社会，所以因就早前就足惯习讲坐涂骹食饭，较会舒适。所以拢因食饭三顿拢安尼食，就是铺一个竹桥啊伫下底安尼。对啊，所以其实对你来讲，这是一个真无共款的文化体验。有影。我迄当阵我陪阮爸坐桌顶，因为阮爸袂惯势坐涂骹食饭。阮搁开一桌，开一桌坐桌顶的，其他的人拢一张竹桥啊伫遐咧坐。所以我伫遐咧翕相的。所以你是翕相迄个人。因为国下10年啊，足久啊。对。讲到文化差异这部分哦，其实咱台湾人经过日本时代时阵，迄个时阵吼，人抱鹰，鹰抱狗，咱插花，鹰插草。其实文化这个无共款的部分是造成一个上界大的一个冲突。不过这文化也是会融合的，从因的身躯顶会当看到因的爸母结婚了后，生做因叫做新台湾人。在这个社会当中，因阁爱面对什么款的挑战呢？但是要休困的较听继续来讲。唔知观众朋友，你敢有想过讲一个查某囡仔水水啊，伫咧伊青春年华年纪，甲一个人漂洋过海来到台湾，伊过来到台湾，等于是离乡背井，唔但爱面对着文化无共款，社会无共款，伊所爱承受这压力甲问题也是真济。定定咱听讲吼，咱台湾人啊，若准讲今仔日有才情好诶吼，娶着一个查某囡仔，讲是嫁着一个翁，若准是欧美国家诶人，人讲哦。真就厉害，你当交到这个哦阿独啊，这好的，这赞的。咱若准讲吼，你是娶一个东南亚国家的人，因为就是讲你是款无才情，用经济这款前提去
绑一段婚姻倒转来，就是台湾人有这款的错误的认知啦吼。也当然啦，就是亲像两对爸母吼，一个是无同款的自由恋爱，另外一对就是像我所讲的这个部分。也像恁妈妈来到台湾了后，自你的观察，还是讲恁妈妈讲互你听的时阵，敢有发现讲就是讲，其实对妈妈本身是越南人，也有一种歧视这款行为。阮母啊，是21岁过来台湾。啊，老实讲，毋知这会使讲无？其实我感觉台湾人嘛，毋免感觉伤了不起。因为其实讲，因为越南过，因为遮尔远的所在会当过来遮，其实这就是一个足需要勇气的过程啊。更何况讲，因伫遮拍拼的程度嘛袂输台湾人。啊，毋过其实自我有印象了后，阮母啊，伫我的印象当中，其实甲台湾人斗阵拢足好暇的。啊，毋过伊嘛是有甲我分享一寡伊当过来的代志。就是当起来的时阵，当然嘛是加减的，互内家的一寡出来人较袂认同。啊，虽然讲伊即马伊迄个外表看起来是，看起来足自然、足好暇，啊，毋过，就是讲虽然无参与到这个过程，啊，毋过我相信这个过程应该嘛是足辛苦的。啊，佮有一个经验想要甲大家分享，就是讲，因为阮母啊，我熟悉阮母啊一个越南的嘛，同款越南的好姊妹啊。迄位阿姨，伊是讲，伊算讲伊嫁互大囝，伊嫁来嫁互大囝。所以意思就是讲，伊做人大囝，做人的新妇，伊也着爱照顾因后生，也着爱趁食，也着爱服侍因大家官。结果尾后我竟然听到一件足喊过的代志，就是讲，伊拢会甲因大家官服侍啊，好势安尼，我感觉安尼是足有效安尼。叫因大家官因大官啦，因大官我听讲的，因大官甲讲，你是外来的人，你来住我家，你来甲我纳厝税，钱来，开始要爱钱。我当时我听到一下就生气哦，我就写一条诗来请咱甲念一下。好。倒位来的家，无成台湾的，路口的阿西，讲这南洋的，后生搁听话，敢若品质有较低，搁有一项爱上细，要抬毋通烧拄硬，伊本性傲慢，会堪这火烧，嘛毋惊刀伤，肉质可能有前差，补扫水无啥肉。煞有一个老阿伯，讲这拢是白贼话，买着破价请衰买，父母娘阁毋听话，阁讲毋捌恋爱过，顶无实阁鸟仔飞，不如饲狗较袂讨济。人拢讲婚品种的时代已经过，饲仔悠远伫画卖，来哦，拄进的南洋街，俗大拍卖。虽然就是讲，即马真侪人这意识其实伊是咧修正修改啦，不过你也是凸显讲吼，其实台湾人有一种足自大吼、骄傲一款个性，就是比如讲吼，因会去譬想，比如讲来到台湾这外籍移工，啊，颠倒家己去别个国家做外籍移工的过程，叫做美化，叫做游学打工啊。其实事实上，伊就是去做人的呆了，对，就是外籍。移工啊，就共款，这是一个问题啊。当然啦，是亲像这款的问题，这是社会在咧进步。我也相信吼，真侪新住民这的姊妹啊，这吼，在咧台湾拍拼，其实真侪店啊，做甲真好，拢是这在咧拍拼。听讲今仔这张相片内面这阿姨啊，真拍拼，真努力。这个经验足特别的，那是我来台南读册了后，有一摆和阮朋友看迄个网络顶咧讲，这间袂歹。去间食，这间是一间老店，伊40年啊。迄个画面看起来足和谐，你知道？大家负责包水饺，大官捧饭菜，因翁婿管销收钱，这个阿姨伫咧煮食，画面拢看起来足和谐。毋过当迄个阿姨，伊讲出声，伊讲一句台语出来，伊讲等叫因大官来捧菜，我惊一跳。因为惊一跳，因为迄声音哪会遮像
正像阮母的声。迄是一个，伊台语其实无啥腔啊，毋过就是我听会出来伊是越南人。所以我就挖过去，甲问讲，我甲嫂闹，我问讲，我讲伊安个闽南腔，就是讲阿姨你敢是越南人？结果我惊一条，伊嘛惊一条。我讲，伊讲你会晓越南话哦？我会晓安尼。所以尾啊讲咧到地就发现讲，伊嘛是越南人。佮甲阮母也共乡。过来遮，伊过来遮嘛16年啊。甲阮母啊年资差不多，要共。就是感觉讲，有一款感动，就是讲想袂到会当伫台南这个所在，找到一个甲阮母啊的迄个背景啊，伊迄个讲台语啊，甲厝边头尾啊，拢足和谐迄款画面，有一款感动伫个。语言伊必须要有一个环境，其实咱拄则讲到就是讲。有台湾人就是讲对一讲外来国家的人，就是对某几个国家伊可能有一寡想法、一寡偏见，然后一寡歧视。啊，真像这歧视这个部分啊，自你谈台湾这段期间时阵，因为毕竟你也要讲越南语嘛，妈妈一定会真自然来甲你讲越南语。你敢会出现就是讲，你莫甲我讲越南语，我伫台湾我暂且无想要讲越南语，这款的情形你捌发生过？我是较无遐尔主动去反对这件代志，但是。像我家己伫咧求学过程当中，伫学校就主动的，基本上避免去提起讲家己是妈妈的背景啦，等等的这件代志。因为通常讲一寡对劳工的歧视啦，等等的，伊会常常讲恁老母是毋是买袂来的啦，啥货？这是一个对无还未10岁国校仔囡仔的一种侮辱嘛？这到底是我毋知是安那迄种囡仔会讲这话安尼。就想讲即款的代志，也搁譬如讲，迄阵我记讲新闻做过分，搁报讲啥物，你也是甲东南亚啦。是讲通婚啊、结婚啥货，迄囡仔的这个智商可能有一寡问题啊，啥货。迄当阵我想讲有影无安尼，敢讲真正有影？因为当阵佫也未熟悉讲真济这新住民第二代的这朋友安尼，所以讲想讲奇怪，这代志敢真正是真的？就这种怀疑安尼。所以讲迄阵仔就是，等到袂主动甲老母提起讲，你莫甲我讲。等到是我做爸讲，等于厝内当讲越南话这个故事。我一条囡仔歌是跟鸟仔有关系，就是越南遐囡仔歌，因为拢做介动物嘛，狗啊、鸟啊等等的。为什我为国中的时阵坐校车转来厝因落车，我心情足好，我就开始写迄条歌。我即摆搁会记得，进前去考大学时阵作文的迄个比赛，甲迄个编写时阵，我写过这个故事安尼。迄一种可能是真正咱找转来讲家己的讲母语的这个。温暖嘛，是讲对家己的认同安尼。比如讲大学的时阵，若打电话转来厝里，互老爸进前等到，因为我高中的时阵读台南一中安尼，伫校嘛是会惊讲过去这种歧视的代志，搁再发生安尼。就伫校嘛尽量避免讲第一个讲台语，第二个讲越南话，足惨安尼。等到是我读到尾啊去台北读师大的时阵，台文系的时阵，若是一旦打电话转来厝里。对老母就是越南话，对老爸就是台湾话，非常的亲切，非常的种原来有一种家庭的温暖种感觉。但是为迄阵开始是我开始真正认真拍拼啦，开始去学倒来这母语的一个时间点吧。后尾你家己是有认知学这个越南语的部分，是。原来就是换做是你的。我迄个年代佫是用迄个电话卡，无像阮即摆会当敲网络电话。讲一个我听无的话啊，我就讲我迄这啥物话尾来愈来愈影响伊会豆豆甲姊妹聚会啊啥的，才拢会讲越南话。迄当时就开始心内想讲，讲啊济，敢会讲一寡我的歹话啊啥，就开始是以这个原因想要学。我较大汉了的，感觉讲阮母也一个伫越南生活20年，佮来台湾嘛生活要20年的人，伊的台语会当讲较好。我是安怎？像我的越南话袂当讲甲像伊安尼遮尔厉害安尼，所以会有一款想要弥补细汉时啊无好好越南话迄款遗憾。嘛豆豆认同讲，我感觉爸爸迄演一半，妈妈迄演一半，我应该嘛是一个越南人。所以想要去学越南话安尼。恁的爸爸因敢有主动学越南语？我爸爸是一款较传统、较古意的男性啦，伊个较袂晓讲话。毋过，有当时啊，即摆敲电话互外公外妈啦，
啊，母啊拢会叫阮爸讲，叫爸爸讲哦，无安尼，然后叫妹安尼。阮爸爸会安尼简单的讲啊，安怎叫爸爸妈妈安尼尔。哦，就是所以一定讲伊嘛是无主动去学啦。嘿，阮老爸迄状况足趣味安尼。伊我去学啦，伊可能咧学外语拢是即种态度啊，譬如讲像英语等等的，伊可能拢毋是学迄种规矩的，伊拢学迄种，反正伊想讲伊工课气象相关用的着迄种专业的迄种用语，就学迄几个字，反正咧准咧入讲啦，咧啥或咧敲电话会通就好安尼。啊，像英语就足够的，譬如讲我用一个。比如叫你讲，你讲 say hello 啦，伊嘛是讲上大准备的老爸共款啊。比如讲，若看到外公外妈啦，讲哦，比如讲像阮遐叫外妈叫做妹外，通常应该是妈外，但是伫阮回中部顺化遐，我讲阮兜迄边遐用法是拢叫妹外，是阮外妈的意思。就阮老爸嘛共款叫伊讲，伊毋是叫伊讲，这是阮某的妈妈，就讲伊甲阮共款，甲孙仔共款嘛，讲叫妹外，哦叫妹外，啊看到讲阮阿姑。阮老母的小妹嘛，叫阿姑，姑，伊个名叫做五安尼，叫做姑姑，等等的，啊讲去食迄佛煲啦，越南的迄牛肉河粉安尼。我来咱去昂佛煲，咱昂佛煲等等的，这是阮老爸，啊可能伊迄阵咧约会时阵嘛是相关的，食餐厅啦等等的，讲迄几个生意安尼，啊坐客停车啦，要正弯啦、倒弯啦等等的，伊的使用情形是安尼。哦，所以其实因为恁爸爸，其实等于讲伊嘛是其实有踮咧越南待过一段时间，所以等于是讲伊有接触迄个当地即个文化甲语言。也讲到就是讲两位妈妈拢来到台湾了吼，就是讲其实台湾有一个上介重要的语言就是台语啊。先来请教就是咱的俊基，恁妈妈的台语听讲嘛是写记对无？哦，这我爱较骄傲的讲，我嘛看过足侪母爱迄落姊妹啊伴，我是感觉无人台语讲甲有伊好，可能含台湾人讲台语都拼输阮母啊，因为阮兜种咧做装潢的，啊毋过阮爸伊是较传统的迄种台湾男性，较避暑，较袂晓讲话，所以变做讲咧较客户煮食啊啥的，变做讲阮母啊爱较。敢讲话，啊个伫厝里要甲厝内人讲话，啊个阮母啊嘛，较会开放，较会甲人伴暖，甲厝边斗阵嘛足好诶。足侪环境伊拢爱讲着台语诶，其实伊颠倒讲华语诶有腔，伊诶腔会走出来。伊讲台语有够像台湾人诶。所以你妈妈讲的台语就是嘛是写记的，写记，因为来到台湾了，就是用就是要想尽办法要加入这个台湾社会，甲这个家庭，所以必须要其实伊台语嘛是伫这过程当中愈来愈进步。对，其实伊嘛有去学啦，啊，嘛迄无效，因为语言也是，伊嘛是有有什么中文班什么，哎无效，因为语言也是爱。回归到这个环境来使用啊。环境的这个问题，啊，得教你妈妈。听讲你妈妈就是有家己一套学台语的方式。这真是一个趣味的故事安尼。因为像阮兜是迄种阮老爸趁食呢，啊，阮老母做伫厝里画家，啊，就趁暗时啊有时阵像迄当阵有迄种新住民的一寡语言班，啊，可能要学华语，还是讲要学台语安尼，啊，就嘛敢若讲阮老母会去特别去报，人讲想讲啊台语这无字嘛，啥话等等，阮老母真正嘛拢听人安尼讲，啊有这个机会当学习的时阵，伊就想要来接触看觅讲，看咱讲咱遮的文献，看讲咱遮的字典，讲到底生啥款安尼，结果伊一开始。啊！你去捌到以后，你讲哦，得调的，安尼做有兴趣的，啊，后来佮去读硕士，到佮进修博士安尼。哦，所以其实你妈妈伊学这个学台语，其实有家己一套的方式哦。今仔日听讲有早伊的这个笔记来到现场哦，所以其实你有去家己研究讲伊迄个笔记的写的方法有啥物款无？伫内面敢有越南语的顶头？有伊个透越南语的顶管。透伫顶管。对，所以讲这对我来讲嘛，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学习的一个对象安尼。自第一自细汉看讲，就看老母安尼认真。啊，第二看讲伊学习的过程，啊，上佫只是少部分的，也无讲厝里有规山的安尼遐物件，佮放伫厝里安尼。咱知影讲，原来学习，咱看咱时大人是安尼学习的时阵，这个态度，咱就自然想讲，咱来未来咧学新的物件的时阵，要用同款的态度来
去做这行动安尼。对。面对新的环境，要有无同款的新的态度，也个这行动。从因的妈妈的身躯顶，咱会看到讲，因面对着这不管是语言或者是文化这款的挑战，拢需要拍拼来争取到在地这块土地正人的领导。在因的身躯顶呢，是有台湾的血统，也有越南的血统。不过因的身躯顶也有其他的故事，咱需要休困一下，下顶继续来讲。我不愿搁再担心，你莫予这死因，愿要轮着你。飞大拍过来，袂讲洗目睭，免我甲你。陈德林一个妈妈为越南来的少年家，普通时啊，家己做音乐，伊搁捌参加2022年南闽语歌比赛，得到奖项。啊，是安那会用台语来开始写歌创作的。一开始我嘛捌用过讲英语甲华语的创作，但迄就是无 feel 的这个概念。啊，是到尾啊，讲我开始用台语来写歌，我发现讲，这个语言对我来讲是感受上深的一个语言。啊，写起来甲唱起来讲上安心、上有感觉、上踏实，所以讲即摆就非常喜安尼。而且伊嘛是即马长时间 YouTuber， 普通时啊就会做音乐，甲用台语来翕影片。伊讲翕影片就是爱讲台语才会着味。大家好，我是德狗，今日要甲分享的啥货？今日要分享讲即支我去录音室的时阵，我录音一寡相关的音色的，顶的咱这个筒、咱的 solo 安尼。比德明搁较少年的阿姨啊，林俊义，自细汉对文学、历史甲语言就有特别的感情。伊之前是成功大学特殊选材帮手。这是一个学校提供有特殊才能，也是弱势学生的入学管道。虽然伊的妈妈是为越南来的，不过俊义啊，自细汉就爱讲台语，参加过大大小小台语朗读比赛，拢摕到第1名。上主要的原因当然是因为妈妈是越南人，啊，从细汉到大嘛有足侪参加甲台语相关比赛的经验。所以为安尼有足侪机会，当甲无共款族群的人交流。啊，要甲无共族群的人交流，上主要就是爱学会晓因的语言，因为这个动机，才会想要甲台语甲越南话学好。cô đồ ăn con cô tô cô đô huế 两个伫咧台湾出世大汉的新住民第2代，一个爱用台语的影片来讲台湾的故事，一个是用文字甲话语来表达家己对台湾的爱。伫这个土地顶面，因也阁有啥物趣味的故事呢？有2种黑眼人的身躯顶，因生活当中一定有真侪无同款的人生故事，要来甲恁请教吼，就是讲，为什么恁2个拢会想要读台文系所呢？我想讲，若是伫大学的这个阶段，我会当做一寡到底，互我选择一件我想要去学习的代志，一寡内容的，我到底要来学啥货咧？后来想讲，想着讲这个台文系，所以讲后来我去面试的时阵，伫大学这个阶段去面试的时阵，我嘛讲共款一个，人老教授甲我问讲，啥你来想要进咱学校？我讲第一个我想要来台北看卖，第二个是讲。我想要来好好啊，伫大学这个阶段，互我适当的时间，我想要来好好学讲，到底台湾的历史、文学、个语言，到底是安怎款的一回事，来做好好学习安尼。恁敢会想讲，既然就是恁语言已经学啊，文化这个部分，恁也想要甲伊顺续甲伊接落来。其实若就一般社会大众的刻板印象，其实因为阮兜算做装潢的，其实我会来去读文学系是一件足奇怪的代志。其实阮爸的想法嘛会较偏向讲，年个年代的人的想法，感觉讲去读高职啊，学一个技术啥的，较有前途啥。啊，不过我感觉上大的原因，我感觉上大的，互我有转变的代志，是因为受教育。因为即摆的教育较早前较无共，迄种最侪资讯拢会当收到。自从受到教育了后，我感觉讲，我开始看待较早的代志，迄个角度拢无共啊。譬如讲，平常时啊，甲对阮爸、对阮母啊去工地做工课，因咧讲迄个台语，
啊，佮有阮母啊，因伊逐工敲电话，等去互后头厝讲的越南语，啊，迄就是语言。啊，佮有当年是安怎，阮母啊，是啥物原因，是啥物背景会来到台湾？伊原因是啥？迄就是历史。啊，佮有今日啥母啊，家己会当讲甲练长。伊背后迄个故事甲过程是啥物？这就是文化。所以伊个角度无共，所以我会开始想讲，这就是语言，这就是历史文化。啊，毋过其实我个人较袂爱看册。啊，我讲较好听，就是讲我较介意感受生活啦，就是媳妇啊，直接甲人开讲寒暖安尼啦。对。所以我会想讲吼，来借着读台文系，应该爱想讲会当来受一寡学术上，还是讲文学上、语言上语言顶较专业的训练，再过来讲。做我想要做的代志，再过来向外去延伸安尼。即个你已经学越南语啊，但是你的文化，你敢会想要讲甲越南迄边的遐个文化，自你爸爸妈妈自你妈妈的这部分，你家顺续家了解，顺续家接落来，伫你的身躯顶，加做你的文化祖产。亲像头拄我讲，我感觉我嘛是越南人，所以我做一个越南人，我应该爱来了解越南的风俗。其实阮等去越南嘛，拢是经过年时啊。因为其实平常时也是歇热啥，我有咧歇热，因无咧歇热啦。佮有一个重点就是讲，过年对越南人来讲是一年当中上重要的代志。因伫过年这方面有足侪因家己的解说，有家己的风俗，拢甲台湾一寡无共。嘛有一寡足趣味的所在，比如讲，因嘛会伫初一的时阵去行村，因为我最趣味的是，因会去穿因迄个传统的衫，跟去外口佚佗，去庙里拜拜，因号做游村，就是游村，游览的游，村里的村安尼。佮有头拄仔讲因过年会食肉粽，毋是无亲像阮是5日节咧食肉粽安尼。除了妈妈甲恁讲以外，恁敢样当着讲伫台湾学越南语，恁上界大的问题是啥物？对我来讲，真正是这个环境顶面的问题安尼。除了讲妈妈的朋友，佮有这佮伫越南的阿姨因，之外，基本上咱无任何的机会，像讲咱台语，咱可能讲菜市啊，讲加减啊用工课的所在，譬如讲我即摆伫卫生所服务安尼。第一个大部分的，不管来看病是大人，还是讲医生啦、护理师等等的，咱的同事，咱嘛拢讲台语嘛，拢讲会通。所以讲我入去以后，我就开始甲规个环境换做差不多80成以上，用台语就尽量讲。反正讲大家拢会晓讲啊。但真正越南话，我就无法度用这种方式来做，因为因是真正袂晓。而且嘛无共款的族群安尼，毋是讲像台语，其实足侪人是会晓，但是无爱甲咱这少年人讲，无共款的这种情形安尼。所以讲，伫遮工课这过程，我讲足亲切在足侪时代人，伊的台语语言就讲了非常的一个练长安尼，是有互我一个非常珍惜的一个学习的机会。我来想要请教就是咱的俊基啊，就讲你当初是啥物款的动机开始学台语？有影即马会当互阮讲足侪水库的台语的环境是愈来愈少啦。其实我是讲华语大汉的囡仔。其实我最开始接触到台语是因为我的一个老师。迄当时啊，我细时啊就是想讲，阮爸爸妈妈嘛无开钱，互我去学啥物有诶无诶。毋过学台语免钱。就细时啊，较会想讲较会表现啊啥诶，所以就想要去试一寡比赛啊，去电啥诶，所以开始试看卖去比台语龙头，讲我要报安尼。毋过其实我迄当时啊，伫学校内底比出来的名次无介悬。我会记咱无超过第3、第4。毋过迄拢是第1名才有通代表学校出去外口比赛。所以我一直就感谢我这位老师，伊叫岳宽老师。伊迄当时啊，就是找足侪人拢来试看卖，拢就叫来听看卖我的声音。伊听了嘛，感觉袂歹，介意，就带我来去比，派我去比台语龙头。结果尾啊，全校敢若我得关赛第1名。结果尾啊，我阁喊阮老师做伙去台北比全国赛。阁有一个经验是，
尾仔讲我算讲有受一个，有家己去训练我的台文、台语啊啥，所以其实嘛对我咧讲即个变调啊啥，较会清楚。所以我尾仔比赛我拢无用背稿啊，所以我毋过我会记我高中的时阵，一摆去比拢去比赛，我就听到一位选手，伊个讲到伊个声真有够水的，变调我嘛甲上细听真少听，拢无停打。想讲要来甲即个选手来交流一下，因为尾仔落台讲要甲伊开讲，我老贵啊，台语袂认得个少年代。所以我尾仔是感觉讲吼，台语若爱讲较水气吼，上主要是爱伫平常时的环境中爱去找出，爱去使用啊。对，其实你这问题我其实捌当到啊，就是我迄阵啊嘛是比迄个演讲比赛出身的所以其实阮迄时阵有一个得第一名的一个81路的查某囡仔，讲了真好诶，但是私底下你要甲伊开讲要做交流时，发现讲其实我不大会说台语所以其实迄就是。就显讲，其实咱的教育这是一个足大的问题啦。当然，语言伊必须要有环境互咱讲到一个浸水式的教育，就亲像恁拄则所讲的其实包含不管是越南语啊、台语啊这部分呢，其实拢有需要一个真好的环境而且有真侪人甲你来互动，这语言才会愈讲愈传达。在因的身躯顶呢，亲像咱的德教，伊其实嘛是真认真、真拍拼，伫音乐方面呢有真好的一个表现，而且咱的准语伫咧。朗读当中呢，也提供真优秀的这名次，咱后一段请因做伙来甲咱分享。得到牛呢？听讲这条旋律是你写给妈妈的信。是。你按小简单介绍讲，为什么你要写这个旋律给妈妈呢？好，这是我创作的一个过程安尼。我是讲先甲上好的物件，我认为讲大概上成熟、上好听、上趣味的物件先弹出来以后，才来决定讲这条歌我应该看讲写什么款的词。就讲像我等下要分享一条原改单词嘛是共款。这条歌是伫阮老母前冬的时阵，伊生日迄天，迄个当下我所弹出来讲，我认为讲目前我上好的一个作品，我认为讲上骄傲的、上好听的物件，我就准备要来讲，做一个足特别，我嘛第一摆。讲来送歌给我厝里人安尼，就讲准备来送阮老母，就做这个决定安尼。就用上好的作品送给妈妈。你那心开始是安怎，就是踏入去这个音乐创作这条路？音乐创作讲起来真趣味安尼。一开始是我初中的时阵。就阮老母向讲，查甫囡仔嘛对无？伫这个年岁会晓大插头语，大家讲足飘撇安尼。讲你想要学看卖无？讲恁阿舅较早嘛是安尼哦，恁老爸嘛捌参加过哦。老母我嘛捌参加过迄个时代，学生时代安尼。我讲敢若袂歹嘛，我来试看卖好啊。一开始咧学的时阵嘛，拢无讲介有啥物款的感觉好，咱敢若讲对音乐无啥物天分的款。后来是讲无参加社团以后，家己慢慢爱弹，感觉这物件较遐尔趣味呢。就种慢慢去找出讲，会当甲家己有一寡，有一寡特别感受的一寡大的内容来去学习，甲继续来做创作安尼。尼既然就是讲，你从这个音乐，就是讲你开始一个起头开始创作了后，对这个音乐这条路，你们开始伫咧拍拼啊，所以即马这是你上爱主要的行业，对吧？即马真毋是。所以这是副业啊，就是其实上足侪人的，其实副业拢做比伊上爱主要些工作做得更较好对啊啦，就是因为你有迄个兴趣，你有迄个热情嘛。主要收入的来源毋是这样。对。也听讲你在这个2024年的时阵有一个专辑叫做《南面儿歌》，听讲你嘛有一条歌收伫这个合集内面。为什么你是从入选入去内面的呀？当初就是讲因为开这个
比赛的这个消息出来。啊，我伫最后一档就是对我来讲人生上重要一档，就是2019年，我伫大学的最后一档就是准备要毕业，要做兵，啊要出社会的时阵，我就想讲。未来到底我的方向啥会要向倒一边去行呢？迄当阵我嘛看到讲这2019年的这个男美女歌的比赛，啊，迄当阵就一个遗憾讲，迄当阵能力无够，就有看到讲嘛捌骨力去准备，但最后无投过，就是勇气无够安尼。迄种想讲，我若搁后一届机会，我一定要甲伊做好。所以讲，较2档后以后。来投这个比赛，当阵拄好讲拄到咱这个公道，我讲做危险安尼，我所以讲我想讲，真正袂使飞大若拍过来，袂讲分讲你等我啥物人啦，咱台湾人一定要团结，所以讲甲写这条歌咧。哦，所以你写这条歌叫做唔愿搁再单死的对啊。所以迄个面对这个国际威胁吼，就是无共款国家的这个威胁的时阵，所以你想要创作这条歌啊。当然啦，戏边卡是徛久的人的，所以你落尾在2012年时阵去互入选。非常感谢这位老师安尼。我想要搁再请教，就是讲吼，就是讲你在这创作这条歌的时阵，你敢有碰到什么款的问题？比如讲，你为什么迄个时阵你要选择用台语来创作？哦，这真正甲我规条创作的路真正有真大的一个相关安尼。因为当阵就一开始，咱咧学音乐、甲学语台时阵嘛，会先听华语歌，来先听西洋歌，开始听讲看讲会当写这歌无。所以讲上早期我伫国中、高中的时阵嘛，捌想讲要用这个语言来写这个歌，但是一直拢无啥物讲特别深的感受安尼。啊，是到讲最后一档，到大学的时阵，我总算伫大学4年啊，这条歌即马是无讲正式的发行安尼，但就是开始讲，写到台语歌以后，我发现讲非常有感觉，就非常亲切，因为互我感觉讲，我会当伫不管是镜头头前，还是讲家己厝边大，还是讲伫舞台顶，我那大我拢真有自信，我袂去惊吓讲，我可能对这内底我所做的代志，有一个怀疑安尼，所以讲后来就愈写就愈有成就感啊，愈有自信安尼。对。因为呢，我拢知影讲吼，你就是爸爸是台湾人，妈妈是越南人，伫咧身躯顶你有2种无同款的血统。当然啦，你也爱这2种语言，语言也爱了文化。你会想讲在你未来创作当中加入更较侪这个越南的语言啊，或者是越南音乐的风格无？这是一定会，但这嘛是甲我学台语的这个过程同款。自我开始接触台语，比如讲咱自细汉就开始哪使用安尼，到正式知影讲这个语言甲文化，也知影讲这文字要书写以后，到咱真正会当开始创作的时阵嘛，中讲袂讲界底一段时间安尼。所以讲越南话甲文化语言，我嘛当咧向这个方向来做努力，继续打拼。继续打拼，当然啦，戏边卡确实是徛久的人的。要来请教到咱的准记啊，就是你在这个台语这方面啊，你嘛是真打拼，因为有你的老师甲你引带嘛，所以你才有一个起头开始伫遐做一个朗读一款认真打拼一个目标就对啊。要想要甲你请教吼，就是讲，你在这朗读的过程当中，你感觉上较困难的是啥？自开始上较困难的是变调啦，我感觉。那你讲伊啊要讲到会练顿吼，唔免受啥物专业的训练啊啥，你就是日常生活甲讲落就对啊。因为我尾啊变做讲，老师甲我讲，你其实应该爱平常时爱较少讲台语啊，安尼才对。所以我尾啊变做讲，我伫学校啊，然后开始转台语。豆豆啊，影响一寡无共，甲一寡同学迫害嘛，不啦，做伙来讲台语的，才然后开始有个人看我，我看到这块爱讲台语啊，日常爱较加练习安尼。对，增加你的语言生活语言比例就对啊。因为今仔日是咪给你小小的要求咧？既然是听讲这是国家级认证的这个朗读的迄个级数吼，当然啦。好歹我嘛是国家级的迄个评审委员呢，吼，所以我今仔日是想请你来甲咱观众朋友小朗读一下，咱来听下讲哦，这朗读其实唔有语言以外，上较重要就是有感情在内面。这想要来甲大家念一篇我写给妈妈的诗。好，20当前迄年，伊当少年，为着生活，寄托着5万来台湾，伊捌行乡。来到一个青云的所在，无人通好我去。为一块白泡泡的面容，到满面的妖魂；为我这新娘到新住民；为越南话到台湾话；
为拄过门的新妇，到跪伫公妈听情的林家人，伊用伊的青春换来这片土地对伊的认同。每个月200块的电话卡，寄托伊上深的思念。迄是伊上宝贵的时间。伊捌穿过2摆磨衫，一摆是因为打架，一摆是为着打官。毋过，伊上爱的阿嬷，上挂虑的阿爸，伫因离开的时阵，煞无法度见因上过一面。伊目屎拢哭甲打起啊！伊讲，就是因为恁2个安尼都有够啊！有人抓准我咧创作。原来，阮老母伊这世人哪像诗词遐尼水，伊为别人的影仔画里行出来，成做一个新时代坚强的越南女性。这真正呢听了其实拢起价不配吼。想要甲你请教，你当初时创作这首诗的这个缘由，你是为什么会这会起头咧？以妈妈做主题，即摆是感觉讲。因遮的遮尔侪新住民，因安尼嫁过来台湾，因有真大的可能就是讲，像妈妈安尼，而且定根，而且生团。所以咱来讲，咱来讲400年了后啦，其实遮的新住民嘛是咱台湾人的祖先啊。所以我会想讲，即马咧讲究多元啊，多元包容的台湾，咱即马讲有台语文学啊嘛，有客语文学、原住民文学，甚至华语文学。啊，是毋是应该嘛爱有新住民文学？所以头拄仔嘛有讲着讲我足介意去，其实我越南话无好，啊我母也嘛无教我教偌济。其实头拄对到讲伊环境就少，啊毋过我会去找环境，就是我越南话其实足济拢是去了越南的小食摊，甲人甲迄个头家娘啊，安尼开讲安尼连起来的。所以我感觉讲。因伫这片土地，所以会有一间感觉讲，其实遮的新住民因拢以足侪无共款的模样啦、身份伫台湾这片土地拢，咱若像讲点点啊咧唱咧，啊毋过你拢毋知安尼，所以想讲，第一想要学语言，第二因为这个感动，想要去找找搁较侪新住民伫台湾的故事安尼。今仔日听到2位的故事啊，咱也感觉讲，其实新住民含这第2代新台湾人来到咱台湾吼，因是台湾伫咧台湾出世的。不过咱无应该互咱一般真侪刻板印象限制掉的。好像是今仔日听到这2位甲咱分享遐尼侪文化，啊，个因的人生故事，也特地钦佩因讲，其实为着咱家己的生活，去更加爱打拼，而且会当创造家己的一片天。今日非常感谢2位来宾来到现场，甲咱讲遐尼多，非常多谢。讲到咱台湾有真侪新住民，因是漂洋过海来到台湾一个大家庭，伫台湾创造经济好光景，踮台湾年久月深，也对这个土地有感情。不管是越南人、菲律宾人、印尼人、台湾人，只要是对台湾疼惜认同的，拢欢迎来互咱加入这个大家庭。今日最后呢，要请德教用优美的歌声，甲咱观众朋友讲再会，也邀请后礼拜同一时间，有缘爱看，这是台湾款哦，咱再会。我不愿搁再难心，你莫做死人，我要轮到你。飞大拍怪，袂讲洗目睭，分辨我甲你。分辨我甲你，为哪袂晓分辨？